想開始炒加密貨幣？第一步，下載 BitGet 呢個超受歡迎嘅交易所 App， 無論 iOS、Android 都有得用。下載完之後，開 App， 喺註冊頁面輸入你個電郵，記得落下面邀請碼，用我哋呢個專屬邀請碼，註冊即享50%交易手續費折扣兼迎新獎金。跟住填好你嘅電郵同設定一個安全密碼，記住密碼要夠複雜，保護自己資金安全。下一步，等電郵驗證碼，記得 check inbox， 去你個郵箱揾返 BitGet， 寄俾你嘅6位數字驗證碼，輸入返 App 度就搞掂啦，簡單1-2步就開到戶。想提升提款限額同進一步保障資金安全，記住做埋 KYC 身份驗證，同正規銀行一樣，安全有保障。輸入身份證資料就 OK。最後建議大家開啟 Google 驗證碼雙重保安，登入提幣都會安全好多。一步一步照住做就絕無難度，咁樣你 BitGet 賬戶就設置好啦。搞掂晒之後，可以睇我其他片教你點入金同交易，即刻加入加密貨幣世界，分分鐘成為下一個贏家。記住，用專屬邀請碼註冊先有迎新獎金同手續費優惠，只限新用戶，快啲行動啦！